宝珠王者虫キング。今次講嘅係螃蟹鍬形蟲 B.Cua85，春日良太公開嘅唔係一般甲蟲入門，而係一種母蟲，睇落好似曱甴，但實際自育節奏非常講究嘅特殊鍬形蟲。作者形容得好貼切，成蟲有啲似小鍬，會啃木產卵，蛹期又有少少似扁鍬，幼蟲偏偏又唔完全照一般鍬形蟲套路走，所以你以為自己識養鍬形蟲，一落手先發現佢根本係另一套邏輯。先講入手同配對，作者提到依種蟲近年多數喺每年11月左右見到野外個體流入，而今次主力用嘅係夏麥龍產個體。因為本種唔算主流，所以見到狀態好、成熟度夠嘅成蟲，其實已經要把握時機。配對方面，春日良太唔建議長時間同居，而係會等雌蟲後食穩定之後安排交配，成功後盡快轉入產房，避免無謂消耗。真正精彩位係產卵設定，作者用中型容器底部鋪產暖木屑，再放入產卵材，周圍補上水台，目的唔係好睇，而係同時兼顧保濕、固定木材位置同埋提升雌蟲安全感。產卵木仲要揀到紮實但唔死硬，即係有密度，但又唔可以硬到咬唔入，否則會直接影響產卵數同孵化效率。設好產房之後，作者唔會即刻亂翻，而係先等大約10日，喺透明側面周圍木屑有冇變化，確認雌蟲真係開始工作，再決定檢查節奏。之後採卵都唔係一次過傳開，而係由產卵痕附近慢慢掘，分次檢查，通常大概隔1星期左右再慢慢處理。因為卵同初齡幼蟲狀態未必一致，太急反而容易出事。更特別嘅係，卵唔係全部留返喺產房，作者會逐粒取出，移去已經鋪好機質嘅布丁杯或者小容器單獨管理，等佢哋喺穩定濕度下孵化，大概1個月左右會陸續出幼蟲，之後再按密度分開。幼蟲期方面，作者明講本種未必一定要用高級菌瓶，甚至發酵木屑都可以養得出。重點唔係催食，而係避免過濕過熱同機質突然崩壞。到中後期，幼蟲大致以20度前後管理，較大個體會入800cc 左右容器，小隻就用約500cc 分流。核心係平衡空間利用同穩定性。到蛹化乳化階段，最重要就係唔好急。作者提醒，做蛹後最好唔好超過27度，一見到前蛹或者蛹室成形，就要盡量減少震動同翻動。乳化後亦唔係一路低溫就最好，初期會先用約20度前半穩定管理，之後大概4個月再逐步拉高到約26.5度，去刺激成熟同活動。所以呢篇螃蟹鍬形蟲文章最值得學習嘅唔係一個單一配方，而係3個觀念：產卵靠合適木質同濕度結構，卵同初齡要獨立細緻管理，乳化後溫度策略要前後分段。呢啲都係真係養過、失敗過、再修正過先寫得出嘅細節。好，下次再分享，拜拜。